打風落雨、黑雨警告，又或者放工返到屋企，攰到抽筋，唔想煮飯，我哋第一時間會諗起啲咩？打開廚房櫃，望住一排排整整齊齊嘅罐頭，總有一款啱食喺入面。好多人都覺得罐頭食品簡直就係廚房入面最平、最方便、最穩陣嘅應急食物，擺幾年都唔會壞。但係今日我要同大家講一個顛覆認知嘅殘酷真相。其實有啲罐頭隱藏住好嚴重嘅健康危機，入面可能充斥住干擾你身體荷爾蒙嘅化學膠膜、重金屬，甚至係喺儲存過程入面靜靜雞滋生嘅致命細菌。特別係對於40-50歲以上步入中老年嘅朋友，又或者屋企有老人家嘅家庭，呢啲睇落好方便嘅食物，危險程度絕對超乎你想象。佢哋會喺不知不覺間瘋狂加重你心臟同腎臟嘅負擔，甚至會影響老人家嘅記憶力。今日我就要同大家逐一拆解超市貨架上7種你必須要避開嘅罐頭。睇到最後，我仲會教你揀2種真正安全、對身體有益嘅替代選擇。排喺第7位嘅就係好多人早餐都中意食嘅罐頭腸仔。你回想下，當你仲未拉開個拉環嗰陣，其實你已經可以想象到嗰陣閃避嘅金屬鐵鏽味。一打開，表面浮住一層凝固咗結撻撻嘅肥膏汁，入面浸住一條條顏色蒼白、質感啤啤嘅腸仔，用筷子輕輕一夾就斷。對好多人嚟講，呢個可能係童年回憶。但對於45歲以上嘅朋友嚟講，佢絕對係浸喺鹽水入面嘅健康陷阱。點解咁講呢？因為呢一罐細細罐睇落唔起眼嘅腸仔入面嘅鈉含量往往高達700至1000毫克。呢個數字代表住，如果你本身有高血壓，呢一細罐已經佔咗你全日可以食嘅鹽分嘅1/3，甚至3/4。多數人都係成罐倒落麵碗度，或者夾梳打餅當一餐。對後生仔嚟講，可能淨係覺得口乾，飲多2杯水就搞掂。但對於老人家，尤其係食緊降血壓藥或者腎臟藥物嘅長者，呢個突如其來嘅鹽分炸彈會令你血壓瞬間飆升，身體嚴重積水，搞到啲藥要加倍發力先壓得住個病情。你可能會話，咁我買低鈉嗰啲咪得咯？我話你知，所謂嘅低鈉其實只係比原本少咗25%。一罐依然隨隨便便就有超過700毫克嘅鈉，根本一點都唔安全。而且有啲牌子為咗扮健康，會用氯化鉀去代替真鹽，聽落好似好專業、好無害。其實對本身有腎病或者食緊特定血壓藥嘅老人家嚟講，呢啲假鹽會令血液入面嘅鉀突然超標，隨時引發極度危險嘅心律不正。你以為自己好聰明，揀咗個健康啲嘅，結果反而將心臟推向崩潰邊緣。除咗配方，鐵罐本身都係一個大問題。腸仔屬於低酸罐頭，即係話佢必須要靠極高溫殺菌同埋絕對完美嘅密封，先可以防止肉毒桿菌污染。萬一密封漏咗氣，係完全冇異味提示嘅。呢種肉毒毒素係隱形嘅，無色無味，但一中招就極度致命。你記唔記得2023年美國有次超大型嘅回收行動？當時有超過200萬磅嘅罐裝肉類被緊急下架，入面就包括咗呢啲罐頭腸仔。原因就係包裝有缺陷，令致命細菌有機可乘。退一萬步講，就算個罐密封得好好，罐頭入面嗰層防生鏽嘅化學膠膜一樣有隱患。好多罐頭都會用含有雙酚 A 嘅塗層。歐洲嘅權威機構喺2023年已經將雙酚 A 嘅安全接觸標準降到接近0，因為佢會嚴重干擾荷爾蒙。但好多地方嘅監管仲係隻眼開隻眼閉。對於本身有荷爾蒙敏感性腫瘤或者糖尿病嘅人嚟講，呢啲絕對唔係可以隨便忽略嘅小事。就算佢換成咗所謂嘅替代品，
安全性一樣未經完全證實。仲有呀，為咗令腸仔保持靚靚嘅粉紅色，廠家會落防腐劑、亞硝酸鹽，呢啲化學物喺體內會轉化成致癌物。呢個亦都正正係世界衛生組織將加工肉類列為一級致癌物嘅鐵證。加埋令啲肉變彈牙嘅磷酸鹽添加劑，長期食，老人家嘅腎臟同血管點頂得順？與其將心臟同腎臟嘅風險全部濃縮喺呢個細細嘅鐵罐入面，不如揀啲簡單嘅蛋白質，例如新鮮炒滑蛋，加少少菠菜，有營養之餘又唔會搞垮身體。排喺第6位嘅係罐頭吞拿魚，好多人都覺得吞拿魚三文治好健康，係糧尾最抵食嘅高蛋白質來源。但呢個深得大家信任嘅罐頭，其實暗藏殺機，隱藏喺營養標籤背後嘅最大黑手係水銀。你可能唔知喎，普通淡色吞拿魚同長期吞拿魚嘅水銀含量差距可以高達3倍。水銀最恐怖嘅地方係佢會喺大腦同腎臟入面逐年累積，唔係幾日而係幾十年。後生嗰陣你可能頂得順，但當你到咗60歲以上，尤其係如果你同時食緊降血壓藥或者有初期腎病，呢啲水銀就好似流水咁，一滴一滴咁累積成大災難。直到有一日，你發現記憶力開始模糊，手腳唔覺意咁震，先知問題已經潛伏咗好多年。水銀都未算最可怕，有時危險根本唔喺條魚身上，而係喺捕撈之後嘅處理過程。如果漁船捉咗條吞拿魚，擺喺碼頭日曬雨淋，溫度太高，魚肉入面嘅氨基酸就會被細菌轉化成組織胺。呢種組織胺一旦產生出嚟，無論你點急凍、點高溫入罐，都係消滅唔到嘅。當你開開心心開罐吞拿魚整三文治，食完1個鐘之後，突然塊面紅晒，心跳加速，跳到砰砰聲，全身皮膚痕到爆。呢個絕對唔係普通嘅敏感，而係組織胺中毒。同腸仔一樣，吞拿魚都面臨住致命嘅肉毒桿菌同化學膠膜塗層嘅威脅，加埋佢本身極高嘅鹽分，就算係標榜清水浸，鈉含量都隨隨便便超過200毫克。如果係鹽水或者油浸就更加誇張。由漁船到罐頭再到你張餐台，成個過程太多漏洞，累積嘅水銀、殺唔死嘅毒素、有隱患嘅密封膠膜、大海嘅味道你可能好熟悉，但鐵罐入面嘅風險你絕對控制唔到。排喺第5位嘅係好多人冬天或者病嗰陣最中意飲嘅罐頭濃湯，忌廉蘑菇湯、羅宋湯、番茄濃湯，微波爐叮熱飲一啖，好似好暖胃，好有安全感。對於長者嚟講，呢份溫暖背後其實潛藏住3重致命隱患。第一係睇唔到嘅肉毒殺手，呢類低酸性嘅濃湯喺工廠加工嗰陣，必須要將溫度同壓力控制得極度精準，稍為有少少差池，肉毒桿菌嘅孢子就會存活落嚟，罐頭就會變成一個最完美嘅細菌培養皿。你聞唔到，食唔出。所以衛生署成日警告，如果見到罐頭有少少凸起、流汁，或者一打開噴出氣泡，唯一嘅做法就係直接掟落垃圾桶。千祈唔好以為重新煲滾就可以殺菌，保命要緊。第二係隱形嘅鹽分衝擊，一細碗番茄濃湯已經有差唔多480毫克鈉，如果再加塊蒜蓉包或者餅乾，鈉含量絕對爆表。前面提過嘅減鈉障眼法同埋加假鹽嘅衰嘢喺罐頭湯度一樣出現。對腎功能退化嘅老人家嚟講，呢啲假鹽隨時引發心跳驟停。第三係罐頭內壁嘅化學物，濃湯通常都會黐底，
而嗰層防鏽嘅雙酚 A 會慢慢滲入湯入面，干擾你嘅內分泌。加埋忌廉湯入面大量嘅澱粉、糖分同令湯變滑嘅磷酸鹽，你以為飲緊一碗安慰心靈嘅靚湯，其實係灌緊一劑令腎臟同骨骼急速老化嘅化學毒藥。排喺第4位嘅係外國好流行、超市倒漏到嘅罐頭、辣肉、醬豆或者燉肉，有豆有肉有香料，一開即食。佢最典型嘅低酸罐頭，入面豐富嘅蛋白質同水分。如果殺菌溫度達唔到116至121度嘅極高溫，肉毒桿菌就會喺入面瘋狂繁殖。2007年就有間大型工廠因為殺菌不足，搞到全國大規模回收，仲有人搞到要入院，係食品安全史上一次極嚴重嘅中毒事件。對老人家嚟講，呢罐嘢簡直係一場化學實驗。首先，一碗辣肉豆湯嘅鹽分可以高達1000毫克。其次，為咗令急凍肉化喺罐頭入面浸幾年都依然咁有彈性，廠家會落極大量嘅磷酸鹽。呢種高吸收率嘅磷會無聲無息咁破壞老人家嘅腎臟，導致大動脈硬化、骨質疏鬆。等你發覺腰酸骨痛嗰陣，傷害已經造成。一罐睇落好豐富嘅燉肉，其實係攞你嘅心臟同腎臟開玩笑。排喺第3位嘅就係好多小朋友同老人家都中意嘅罐頭、糖水、仙桃或者雜果，睇落油辣辣、水汪汪，好似好健康。大錯特錯！當你紙羹一作起啲糖水，你食緊嘅已經唔係生果，而係一份極度危險嘅化學甜品。一杯糖水生果罐頭含糖量可以超過40克，等於11茶匙嘅白糖，直接灌入你嘅血管入面。你以為買啖糖漿就冇事？法規定義只係糖分稍微少啲，本質上依然係一杯高濃度糖水。對45歲以上嘅人嚟講，血糖瞬間狂飆，唔單止會搞到成個人忽冷忽熱唔舒服，仲會直接廢咗你食緊嘅血壓藥同降糖藥嘅藥效。醫學研究已經寫得好明白，每日食太多呢類添加糖，死於心臟病嘅風險會飆升40%甚至3倍。更恐怖嘅係，生果嘅酸性會加速融化罐頭內壁嘅化學塗層。仲有嗰粒成日出現喺雜果罐頭入面鮮紅色嘅車厘子，幾十年嚟都係用緊一種叫紅色3號嘅化學染料。動物實驗一早證實呢種色素同致癌有關，美國官方都已經下令準備全面封殺。如果你真係想食，將啲生果倒出嚟，用水沖走啲糖水，或者索性買急凍生果配無糖乳酪食，咁樣先係真正嘅健康之道。排喺第2危險嘅係罐頭菠菜。打開罐頭，倒出嚟嘅絕對唔係翠綠色嘅菜葉，而係一浸喺鹹水入面，顏色灰灰顏蔚，窮悲雜症，宜炸皆宜炸。菠菜天生有個致命傷，就係好容易吸收泥土入面嘅重金屬鎘。呢種重金屬你點煮點高溫加工都係洗唔甩嘅，佢會殘留喺菜葉入面，然後喺你嘅腎臟同骨骼入面逐年累積。世衛組織對呢種重金屬有極度嚴格嘅限制，因為長年累月咁食絕對會拖垮身體。再者，菠菜本身含有極高嘅草酸鹽，平時我哋炒新鮮菠菜都會摻水去掉草酸，但罐頭菠菜嘅草酸全部溶晒喺汁水入面，你一啖食落肚，微細嘅結晶就會喺腎臟入面積聚，呢個正正就係生腎結石嘅元兇。仲有菠菜富含維他命 K， 對於食緊薄血丸嘅老人家嚟講，維他命 K 攝取量忽高忽低，會嚴重干擾藥效，隨時引發內出血或者血栓。
加埋每杯高達700毫克嘅致命鈉含量，呢罐所謂嘅超級食物根本就係集重金屬、鹽分、炸彈同結石風險於一身嘅垃圾。如果你想食菜，都係乖乖地買新鮮菜或者急凍菠菜啦。榮登奪命罐頭榜首嘅，所有罐頭入面最隱蔽、最識得偽裝嘅就係罐頭、茄汁、意粉或者通心粉。打開蓋，一陣番茄肉醬帶少少微甜嘅香味撲鼻而來，真係好有童年回憶。但喺呢份懷舊嘅背後，其實係一個極度邪惡嘅高度加工食品配方。為咗令麵條喺室溫擺幾年都唔爛，每次食都係同一個味，廠家落咗大量增稠劑、精製白糖、劣質脂肪同埋防腐劑。醫生一早講過，食太多呢啲極度加工食品同糖尿病、心臟病甚至死亡率有直接關聯。一罐意粉嘅鹽分隨隨便便740至1300毫克，最慘嘅係通心粉已經吸飽晒啲汁，你根本冇辦法好似豆咁樣用水沖洗。老人家食一罐等於一次過清空全日嘅鹽分限額。更致命嘅係包裝，茄汁係高酸性嘅，佢會瘋狂侵蝕鐵罐嘅化學內塗層，加埋醬汁入面嘅粟米、糖漿，令肉丸變滑嘅磷酸鹽，仲有一大堆隱藏嘅致敏原，一個唔覺意，分分鐘要入急症室。賣嘅係懷舊，要付出嘅卻係你嘅健康代價。講咗咁多嚇人嘅陷阱，係咪所有罐頭都要全部掟晒佢呢？絕對唔係。廚房入面依然有2種常溫保存嘅罐頭，係真正值得信賴，甚至對老人家健康有益嘅好幫手。比如罐頭豆類，豆類又平又飽肚，只要你識得處理，佢反而係保護心臟嘅好幫手。雖然豆類屬於低酸性，但正規罐頭工廠會用116至121度嘅極高溫高壓蒸煮，呢個過程將所有細菌徹底趕盡殺絕，達到商業無菌狀態。對老人家嚟講，呢個密封嘅無菌罐頭分分鐘安全過你去超市雪藏肉櫃買嘅切片、火腿或者芝士。罐頭豆唯一嘅缺點係有啲鹹，但解決方法超級簡單。一開罐，將啲豆倒落隔水網度，用滾水沖洗10至30秒。呢個簡單嘅動作已經可以即刻洗走1/3甚至1半嘅鹽分。洗乾淨之後，佢就搖身一變成為富含蛋白質、高膳食纖維、鉀同鐵質一應俱全嘅心臟友好食物。老人家平時食肉少，用豆類代替肥牛，唔單止可以降膽固醇、穩定血糖，仲可以養好腸道。只要記得倒走啲汁水，洗乾淨，罐頭豆絕對係滿分推薦。第一位，罐頭番茄。番茄本身就係高酸性食物，廠家加工嗰陣仲會加少少檸檬酸，令 pH 值低過4.6。喺呢個極度酸性嘅環境下，最致命嘅肉毒桿菌根本就生存唔到，加埋高溫殺菌同真空密封，只要個罐冇生鏽、冇變形，危險指數幾乎係0。最正嘅係罐頭番茄喺營養方面，分分鐘贏過新鮮番茄。番茄入面有一種極強嘅天然抗氧化精華，叫茄紅素。新鮮番茄嘅細胞壁好硬，人體好難吸收，但罐頭番茄經過高溫加熱同打碎，茄紅素會被全面釋放出嚟，吸收率激增。煮嗰陣加少少橄欖油，吸收效果仲會再翻倍，對前列腺同心血管極度有益。你唯一要留意嘅就係揀啲標明無添加鹽嘅原味罐頭，返到屋企自己落少少調味料，同埋盡量揀標明無雙酚 A 嘅包裝，擺喺陰涼處就萬無一失。有條件嘅
甚至可以揀玻璃樽或者紙盒裝嘅番茄糊，安全、高酸、無菌，仲要越煮越有營養，絕對係每個家庭廚房必備嘅看門神物。睇完今日嘅大解密，相信你下次去超市望住嗰堆罐頭，絕對會有一個全新嘅眼光。如果你覺得今日呢條片嘅資訊幫到你，記住一定要俾個 like 支持下。想知更多廚房入面嘅健康真相，即刻撳個訂閱按鈕同埋打開鐘仔。我哋下次見。